先生。你好。张理事长有黄，周理事长子良，赖理事长柯良，何理事长雪中，蔡理事长齐宗。这个就是得奖师傅的，对，他的上半身。好，我们今天这里有，谢谢。这个是昨天晚上连夜做出来的。好，所以它是新鲜的哟，新鲜的，新鲜的面包，新鲜的。我们吴理事长，还有我们3位杰出的大师傅，那还有我们各位工会的代表，还有理事长，好，我看大概全台湾很多的县市今天几乎都到了，对，几乎都到了。其实我蛮喜欢今天这个见面，因为我本来就是很喜欢吃面包的那种人，所以能够看到我们的烘焙师在这里，我是觉得是很高兴啊。那上一次我有到高雄去，看到我们王彭杰师傅，他告诉我说他要代表台湾去参加这个世界面包大师的这个比赛哈，所以我预祝他能够得奖，他真的得奖回来了哈，所以我要恭喜我们的王师傅。那他的故事哦，我想大家都很清楚，因为过去参加正头的经验哈，所以跟制作跟真人一样的这个官将手的艺术面包，尤其是在一块小小的面包上面能够将繁复的脸谱哦，能够做出来，真是非常的厉害啊！那也吸引了我们评审的目光，也让世界看到台湾传统的官将手文化，成功的推广了。我一直在想，它可以吃吗？它是可以吃的，闻起来是蛮香的。那我们值得一提是我们在场的3位师傅的面包作品所展现的不只是台湾的传统的文化，还有我们自身珍贵的这种情谊哦。那这里就要开始讲一个故事了，就是说陈有志师傅，你是不是把面包命为这个银河的秘密，然后代替戒指献给你18岁来携手相伴的妻子？哦，真的很感人哦。那所以还有这个谢师傅，你是不是比赛完的时候还跟那个女朋友求婚？哦，你们的比赛好精彩哦，出门还有附带有那个任务的。那所以我相信这次比赛对各位来讲都是难忘的回忆哦。那除了我们现在除了这个政府的很多的工作在进行，不过近来大家都知道政府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工作，就是花莲赈灾的救灾跟我们复原的工作哈。那政府投入了很多的人力跟物力啊，在这个复原。不过我要谢谢各位哦，把这个得到的奖金哦，全部都捐给我们花莲的赈灾哈。那在这个里，我要跟各位说一声谢谢，谢谢大家这样开解囊来帮助我们的花莲人啊。那我们台湾的烘焙师在国际赛事的表现是有目共睹哦。那我们的烘焙业者也透过选用在地的食材，导入我们产品履历的管理方式啊，兼顾到食安，也创造出台湾的特色啊，带动了我们国内烘焙业的发展啊。那我相信这不仅是个人的努力，高饼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在我们吴理事长的带领之下，办理了很多场的烘焙展啊，也协助选手参与国际竞赛，让台湾的烘焙产业能够接轨国际啊。那我们也希望让我们的烘焙业可以做得更好啊！除了辅导业者使用智慧科技啦，或者以及数位社群行销的创意啊，对参与国际竞赛的选手也提供了资金以及相关的协助。不过等一下我要问各位是说够不够了哈？那此外呢，我们也以这个国家队的概念打造台湾的品牌形象。像东协、东南亚这些国家行销台湾优质的糕饼跟产品啊，那让我们的台湾的烘焙业的
国际知名度可以更加的打开啊。所以我要再一次的谢谢各位的努力，还有我们在场几位师父的努力啊，那能够替台湾的国际能见度能够更高，让国际也看得到台湾，尤其是在烘焙业上面的努力啊。所以我也要感谢之外呢，也希望各位能够再进一步，让台湾能够更让国际看得到，那这个产业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觉得是一个有未来希望的产业。那在这个目标之下，如果有什么事情政府可以做的，现在赶快告诉我啊，那我把它记下来，我会把它交给行政团队，然后后面我会去管考他们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